我係各位老友喺香港做體檢、跟慢病、做專科治療，經常排期排到幾個月，想試下國際頂級醫療，又唔想飛歐美。今日帶你揭秘港日最新內地寶藏——海南博鰲樂城。呢度係中國獨一無二嘅國際醫療特區，唔係普通度假區，亦都唔係傳統醫院，主打國際前沿醫療、傳統古法中醫，再加上修身養性、療癒體驗，真正做到中西合璧、萬全調理。呢度嘅王牌就係呢個永不落幕國際創新藥械展，雲集超30個國家同地區，超340間國際藥械、特殊食品廠商，集中展示國際創新藥械、生物醫學新技術、特殊食品等超過1300種，好多無創微創技術。最新腫瘤標靶藥、心臟瓣膜修復技術，內地其他城市仲未上市㗎，喺樂城就可以合法優先使用，唔使長途飛歐美，喺海南就可以攞到國際級治療方案。成個園區聚集超40幾間頂流醫療機構，除咗前沿西醫，呢度嘅古法中醫養生同樣頂級。長期勞累、手腳冰凍、氣血不足、亞健康疲勞，都可以揾資深中醫把脈調理，專業針灸通經絡、艾灸驅寒濕、溫和固本、由內調養。哇！成個身暖粒粒，心情都變靚咗啊！呢度最特別嘅係，完全唔似傳統醫院咁壓抑，調理之餘仲有超多修心養性體驗。靜心寫書法、沉浸式音療，遠離城市喧囂，放空思緒，紓解壓力，身心同步放鬆。交通同通關方便到離譜啊！59國免簽，香港朋友直接通關。香港飛海口只需要個零鐘，轉高鐵40分鐘直達博鰲，就係快。總結一句：西醫解患疾，中醫養元氣，文娛修心境。呢度唔單止係醫療特區，更係港人頂級慢活康養勝地，唔使排長隊，唔使飛海外，中醫雙核調理，輕輕鬆鬆養好身心，收藏起身啦！